知名音乐人小胖老师袁惟仁去年发生脑溢血，前妻六原琪得知后，带着一对儿女飞往上海帮他加油打气，但他澄清两人现在的关系就是朋友。不过有媒体爆料，六原琪与小他11岁的电商新贵吕元中 Max 交往，消息曝光，女方坦然认了。根据苹果日报报道，一名自称是吕元中正牌女友的41岁林姓女子爆料，她和吕元中从2014年10月就开始交往，至今仍未分手。林宇更控诉，林宇表示会讲出来只有2个目的。林宇还说，看到六原琪的儿子发文力挺后，才相信自己遭劈腿的事实，还说我们根本就没有分手，分手还会同居吗？林宇更说自己曾向六原琪对质，但六原琪跟他说林宇无法接受，一度情绪激动到要从住处18楼跳楼，之后是被18岁的儿子救回。对此，六原琪在晚间回应，跟 Max 已恢复工作关系，至于是何时开始，他说就是林宇闹轻生 ，Max 不得不去的那天。六原琪更指出，的确有一点受伤，但我会很快调试。六原琪还说，由于自己遭遇过失婚打击，因此比一般女性更难接受感情，但和 Max 还是很好的朋友。至于 Max 听到六原琪提出的分手决定，也只能表示尊重。